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本厚學校1922年慈溪村海外華僑捐資興建本厚學校。辦學初期咧，學校就係以村中10幾座祠堂咧就作為校舍。凡係屬於慈溪本族嘅7歲到18歲嘅子弟咧，無論貧富都可以入學。1934年，村民咧就喺海外鄉親嘅資助之下咧，就着手建設呢座校舍。1935年落成。咁呢座教學樓咧採用鋼筋水泥混磚嘅結構，設計現代，具有西洋風格。自開辦到2011年咧，本厚學校就已經為學子服務咗長達70幾年啦。之後咧就教育資源整合，慈溪嘅中小學咧就分別並入咗新會嘅4中同埋古井小學。2017年，本厚學校蛻變為古井藝術部落。從閒置嘅校舍到藝術部落，本厚學校嘅活化咧就深刻體驗咗情感嘅認同同埋社區凝聚嘅社會價值。而呢份活化咧就同當年華僑捐資教育興邦嘅精神內核咧就一脈相承啦。既守護咗僑鄉嘅集體記憶，又為社區發展咧就注入咗持續嘅文化動力。建築嘅靈魂咧就唔在於磚瓦，而係在於其中流淌嘅集體記憶同埋持續創造嘅新故事。